Carrie 樂仔密遊英國斷症。上個月問起 Carrie 嘅感情生活，佢話2013年係好嘅開始，咁我個人都開心咗好多咯，向新嘅一頁開始咁樣咯。仲係同余文樂開始嘅添。Carrie 以前都同唔少靚仔傳過緋聞，但承認嘅只有網球王子洪立希。雖然離離合合，但話晒都一齊6年。細估唔到幾個月前 Carrie 宣布回復單身，更加估唔到嘅係過年期間俾人影到佢同余文樂同遊英國啊！有傳 Carrie 舊年10月揾樂仔幫佢拍 MV， 一拍就即合，愛得如火如荼。樂仔喺新年期間請咗假，話同阿媽去英國，原來同行嘅仲有 Carrie 啊！翻嚟之後情人節又把臂框赤柱，佢不嬲都好多人追啊，咁都唔奇喎，應該叫吳雨霏介紹啲俾我，最緊要佢開心啦。杜汶澤就大讚 Carrie 身材好，笑老友樂仔識食啊！